继续来看这位女性，这是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齐春英，自从传出讲，甲这个民进党要甲列入到不分区立委了后，就将做注目的焦点。伊就节目讲话原来真险，甲问国籍的问题，伊回讲台湾若宣布独立，伊就会放弃中国籍。甲问这个两岸统一甲台湾独立的问题，伊讲这毋是老百姓会当回答的，这是两岸领导人爱去思考的。这个徐春英她回来之后，主席我们跟她做联系了，会建议她先来放弃国籍吗？谢谢。第一点哦。其实到现在为止，我都还没有看过徐春英啊。这段话讲了过无几天，网络上这段2019年影片都引起着网友的讨论。郭文泰伫做时阵，除了讲到当时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齐春英，讲述了后，佮亲手将麦克交予齐春英。无论是郭文泰讲唔对去，或者是放袂记，齐春英早就直播并问到统独态度的回应，互人是真着惊。如果有人要伤害台湾的自由民主的时候，你会反对吗？你这我没有听懂哎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假设中国大陆要武力统一台湾，要武统台湾，你赞成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不是我老百姓可以去回答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更高层次的一种问题了，这应该是两岸领导人去考虑的问题。可能被民进党提名不分区立委的竞选，这回讲家己是老百姓去讲到国籍的问题。两岸的关系是外国关系吗？是国与国的关系吗？那你就宣布独立啊！你宣布独立，我就去放弃那边的国籍。你都不敢做，你把这个难题丢给我们百姓。强调不是家己要放弃中国的国籍，是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底有讲到，大陆地区是台湾地区以外中华民国的领土。中华民国的宪法涵盖着中国大陆，根据现行的法规，根本就无法度放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